后来，这个菲律宾有一对翁仔某，今年3月来台湾做试公婴啊，11月顺利来生一对龙凤胎。但是菲律宾的疫情也真无乐观，所以两翁某希望会当延长伫台湾居留的时间，等到明年1月，才过来带囡仔回国。为了闪新冠病毒疫情，菲律宾一位罗拉和民翁飞来台湾生囡仔，欢喜抱一对双生啊，庆祝满月。We decided to come Taiwan to IVF because we want to have our own baby. 翁仔某两个人伫咧今年3月来台湾做试管，不过迄日阵菲律宾疫情真严重，两个人烦恼坐飞机回去会有感染的风险，所以因迁长留伫台湾的时间，继续留伫咧遮。Because of this COVID-19, and we want here also. We want to deliver our babies here. So you are sure that you will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on January 7. 意思讲，即马病院内底还有另外一个外国籍的产妇，希望会当伫咧疫情稳定的台湾平安甲囡仔生落来。